改名我有橋。博士，可唔可以教我改翻個名呢？梗係得啦，改名我有橋之第三式，聽天由命，陽天命。先要了解行業嘅五行。MSN 係一種溝通工具，五行中屬水，所以但凡有水又有金嘅字，都同 MSN 最夾。實例一，河金水就有金又有水。仲有所謂文化避忌，避得就避。譬如見到人哋阿媽大叫一聲伯母，乜都冇喎，咁唔老禮，梗係唔高興啦。嗱，叫翻聲伯友，即刻開心翻晒。學識點改名，嗱臨幫我改翻個啦。而家幫我改名，仲有機會攞走由創興銀行獨家贊助嘅 MSN and Visa 信用卡，2萬元免找數簽賬額，仲快啲行動！